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退休的将军赖正杰，日前伫个政论节目指控总统赖清德的两个后生伫个美国无做兵。伊讲伊收到赖清德以党主席的身份发出着律师函，要求伊道歉。啊，赖正杰下晡出面道歉了。那今天我很荣幸，以一个退伍老兵的身份，能够借这个机会，他发律师函给我的这个机会，然后向现职的三军统帅来替他为社会大众做一个澄清，在这边特别再一次澄清他小孩有当兵，也对于自己的这种言论再一次向这个赖主席深表歉意。会当听到赖正杰针对着家己进前错误的言论来道歉，民进党嘛发声明来驳回，讲赖总统的两个后生拢依法去做兵，有心的人士无应该拢无查证，都到电视节目来指控传播着错误的言论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